继续关心中国嘅西北部受强烈的风背山甲暴风雪影响，部分的所在即马能见度无到50公尺，而且有超过4万的旅客因的交通受影响，已经互赶紧安置。啊，那这款歹天气，按算会继续到22这个拜四。现在10点半啊，真的10点半才发现。 行出土木斯克车站，民众行一条早起的天顶，今年眼神感觉红看袂到头前。新疆地区拜六落大雪，阁有强烈沙尘暴来搅局，部分地区能见度无到50公尺。爱外口公安指挥交通，那强风架起来风背山公路上受困民众需要掠着栏杆行，以免风吹走。也阁有车辆的挡风玻璃，互吹起来会刷就降碎。 那沙尘暴雨城市限制啥物拢看无，暴风雪落袂停，连警车拢互大雪包围失去方向。不过公安也是爱出动协助袂顶袂动的车辆。那甘肃地区为了保持交通顺畅，赶紧派吐雪车吐雪，佮重新伫路边铺沙石仔。伫强烈沙尘暴甲落雪影响，甘肃新疆一带被迫关闭54个路段，关70外个收费站，热连内蒙古、青海也得咧关7个收费站。估计至少有12000台车辆受困，超过4万名旅客被迫滞留。有关当局已经出面紧急安置。不过，这波寒流带来真歹天气会继续到22，包括宁夏、陕西、山西等地区拢受影响。广西新闻张惠斌编译。